心有靜愛能治病。身體有病，人人都會快啲去睇醫生，食藥或者打針，甚至動手術。但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心中有病，就算知道自己有心病，亦等閒視之，任由心病擺布。其實心病比任何新病更加嚴重，因為新病只佔人整體嘅30%，其餘70%源自於心。心病去除，新病亦容易解決啦。心病皆因為缺愛，清淨嘅愛，唔識得照顧好自己嘅心。如果能夠照顧好自己嘅心，自然你所表現出嚟嘅會令人哋覺得你好可愛，自然就唔會同人哋計較啦，就能夠不斷咁付出，成為一個有福嘅人，身體嘅病痛自然而然會減輕。呢個就係正言上人所講，心中有愛即無礙。所以身有病，切莫心上加病；身體有癌，切莫心中有癌。如果身心皆患癌，唯有大慈悲先能夠救助。所以要時常啟發心中嗰股清淨嘅愛、慈悲，就能提高大自然嘅免疫功能。生命的重建，真人真事。例一，今年年初，佛教國際慈濟功德會同法國世界醫師聯盟簽訂3年合同，供應藥物俾南非嘅伊塞匹亞，並且建設醫療站，開發水源。團中曾經做戰地記者嘅伊可凡患咗肝癌，佢話：我要工作，必須揀乜嘢係最重要嘅。如果去醫院就冇時間工作啦。喺戰地之中，我曾經3次中彈，而家仲活住，呢條命係執返嚟嘅，所以我要繼續工作。成個地球就係屋企。佢喺難民營入邊，時常每日接受100位孩童死亡嘅殘酷事實，活生生地睇到躺在母親懷中嘅小孩，因為吸唔到乳汁而停止呼吸，哀痛得唔可以再哀痛嘅母親，亦只能夠茫然咁凝望住懷中骨肉，徹底乾瘦嘅母親已經擠唔出一滴眼淚。睇到呢啲情景，佢諗到，如果佢唔幫助佢哋，有邊個嚟幫呢？呢一種犧牲小我、發揮大愛嘅精神，佢個病難唔到佢。只要心中無眼，一切都唔礙事。例二，新加坡一位瀕臨絕望嘅鼻腔癌青年林瑞昌先生，連飲水都有問題，但係喺堅強意志嘅支持下尋找生機，嘗試各種醫療法，終於俾佢活到而家已經10幾年啦。並且寫書將自己嘅抗癌經歷告訴眾人，以鼓勵病患者要尊重生命，面對現實，勇於承擔痛苦，並且振作起嚟。例三，不但青年係咁，一位88歲嘅老太太患上腸胃大腫瘤，醫生話佢只能夠活上幾個月，但佢冇輕易咁放棄生命，佢好自信，醫好自己。今日佢已經復活，而且走訪親朋戚友，傳播生命重建嘅訊息。例四，新加坡一位臥床嘅青年，醫生判斷佢只有幾個月嘅壽命，佢唔向命運低頭，於是精進學佛，感動咗親朋戚友，為佢走訪良醫，並且以健康素食輔助治療醫療法。佢喺床上已經躺咗10個幾月，並且積極咁用電話慰問病患者。佢嘅愛已經超越咗病痛。我哋喺呢一度懇切咁祝福佢，相信有一日佢會點燃慧命嘅火炬，照亮自己，
亦不隨別人黑暗嘅恐懼。例如1977年，加拿大一位罹患癌症嘅青年泰力，為咗呼籲全加拿大人發起防癌研究，佢從加拿大東岸利用獨腿同二腳跑咗3339公里，1000幾萬步。雖然冇完成佢橫跨加拿大嘅壯志，但已經喺崎嶇嘅公路上日曬雪寒咁跑咗4個幾月。從患癌開始，佢花咗4年時間抗癌，並且喚醒咗加拿大2000萬人民嘅愛心，關懷病患，一共籌到咗2000萬美元做防癌基金。例6喺台灣，只有15歲，因為卸貨斷咗雙腿嘅林全欽，樂觀咁做復健工作，參加游泳項目。醫生說法，高蘇殘障人士要殘而不廢。第7，患咗10萬人之中先有一個病例嘅多發神經元病嘅慈濟委員靜觀居士，喺冇藥物嘅情況之下，生命危在旦夕，但經過正言上人悲切嘅鼓勵，佢好返啦。雖然心跳已有40，手腳寒冷，卻相貌莊嚴咁做起志願工作者輔導病人，追隨正言上人喺菩薩大道上。例8，患咗嚴重氣管炎嘅一位居士，開刀傷口長達40幾公分，本嚟已經接近鬼門關嘅佢，由於發願要歡喜做慈濟救人嘅工作，結果重獲新生。第9，樂生療養院嘅麻風病人喺正言上人勉勵之下，一世過去嘅暗淡愁雲，用盡剩餘嘅歲月，發揮人生嘅功能，積極參與慈濟醫院以及醫療大學嘅建設同大陸賑災，為社會獻出愛心，成就一片吉祥之土。既然重患者都能夠重建生命，相信地球亦有得救啦。只要人人獻出愛心，俾地球一個康復嘅機會，實踐素食環保同慈悲心，蒼生地球一定能夠生存落去嘅。一粒埋喺埃及金字塔之中8000年嘅種子，當遇到陽光、土壤、水分同營養之後，仲係會發芽茁壯。更何況大地有情眾生皆有菩提種，悲智願覺，更點盼能夠成就佛菩薩嘅大事因緣，淨化人心，淨化地球。2. 抗癌4部曲，一位癌症病人嘅奮鬥經過。1981年10月14日下午3點，地點係喺新加坡中央醫院耳鼻喉科。醫生證實咗病者林瑞昌患上咗鼻腔癌，年齡41歲。佢畢業於新加坡大學科學系，曾經做過講師、報社主編、國防部嘅軍需上尉，負責亞太區聯防設施，有一位溫柔嘅太太同3個兒子。瑞昌本身喜歡哲學，唔排斥任何宗教，研究好多學派。佢深信大自然中有好多科學無法探測解釋嘅現象，但可惜佢冇心理佛法，唔可以探究心靈之光。佢有好強嘅求生希望。醫生雖然判佢只剩低10個星期嘅壽命，但佢堅強咁活到而家，已經有10年啦。而且寫落佢同癌奮鬥嘅過程，唔畏懼生命之中嘅陰影。有如佢嗰本書嘅書名《晨曦突破黑暗的時光》。曾經有2個月，瑞昌感覺到視線有雙重影子，左眼乾燥，不能流淚，並傾向右邊，眼前乏力，有啲殘害。經過醫生診斷，證實佢患咗鼻咽癌，並且吩咐佢一定要接受放射治療。失望痛苦嘅佢，只好跑到
4馬路嘅觀音廟祈求禱告。廟嘅外邊有一位出家人，相貌堂堂，懂得英語、華語同泰語。出家人告訴佢話：一切法因緣而生，亦因緣而滅，一切要因緣和合才能成長，否則會消失。嗰部現前都有住多方面嘅因同生果嘅緣。要知過去因，現在受這事；要知來世果，現在做這事。要改變命運，就要從現在開始努力實踐。呢個出家人睇出佢患有重病，鼓勵佢振作奮戰。對瑞昌嚟講，生命有咗一線希望。瑞昌嘅鼻腔癌係嚟自佢暴飲暴食，導致體重250磅。佢仲記得2個月之前驅車去人佛州，釋迦末什扣留營，飽食流離隔日參加朋友嘅聚餐。佢雖然唔抽煙唔飲酒，但嗰日嘅香檳酒實在太香啦，經唔起朋友嘅熱情招待，佢竟然飲咗好幾杯。突然間佢覺得天旋地轉，腦筋劇痛，全身有如紅爐般燃燒，鼻血流個不停。還好朋友係位醫生，亦對自然醫療有所研究，同佢灌上維他命 C 液體，以及不停咁做頭部同埋身體按摩，救咗佢一命。據悉，現在嘅榴蓮已經唔係季節性水果，人工栽培同化學肥料能夠每個月豐收。瑞昌知道放射治療嘅副作用會使佢口渴、煩躁、飲食乏味，身體消化及排泄系統必須要操作正常，否則放射線殺死嘅癌細胞殘毒留喺身體內會發出惡臭，被破壞嘅正常細胞亦會變成癌細胞，不斷擴散。癌症喺過去係一個相當棘手嘅問題。喺1971年，美國尼克遜總統曾經發言話：美國能夠送太空人上月球，一定亦都能夠克服癌症。白宮計劃喺1976年美國嘅獨立200週年，一定要揾出治療癌症嘅方法，所以大量嘅醫療基金投入研究防止同治療癌症。但喺同時，癌症嘅死亡率一直增加，癌症病患有增無減。先進嘅科學醫療帶進咗高科技嘅醫療電腦操作儀器，如股輻射器。醫生要瑞昌接受8個星期每日嘅股輻射同直射，而且講俾你聽每日要飲6公升嘅白開水，要有心理準備。除咗脫髮之外，仲會有副作用。當醫生被問及患者是否要禁食蝦、螃蟹、貝殼、肉類食品嘅時候，醫生卻好肯定咁話唔使禁食，只要飲食均衡就可以啦。瑞昌心入邊喺度諗，所謂嘅飲食均衡係咪每種食物都要食啲呢？連嗰啲容易腐臭嘅蝦、螃蟹、貝殼類食品亦都照食不誤呢？佢開始對醫生嘅判斷有所懷疑，喺無可奈何嘅情況之下，佢接受咗照射，但佢深信姨媽嘅話，絕對唔食易腐臭嘅肉類食物。佢每日接受放射治療，彷徨無措，視線模糊，唔止睇到雙重影子，更加俾佢睇到醫院入邊鬼影重重，嚇到佢即刻跑返屋企，祈求屋企嘅觀世音菩薩像保佑。但由於佢只係拜唔信，心中好難平衡，於是佢接受咗所有宗教徒嘅禱告祈福。其中有2個比較極端嘅教友排斥佢屋企嘅觀音像，話佢癌症起因皆因佢遠離咗主而親近咗撒旦。佢哋建議佢將觀音像打爛，接受佢哋嘅宗教洗禮。瑞昌雖然學佛，但係佢亦都識得要尊重佛像。但係朋友呢，一再咁樣疲勞轟炸同埋勸佢，佢後嚟呢，應承咗朋友嘅要求，但懇請佢哋一定要好好咁將觀音像送去佛廟安放。朋友滿口應承，但趁佢唔喺度嘅時候將觀音像打爛。當瑞昌聽到呢個消息，佢全身顫抖，震驚不已，因為佢喺醫
害怕自己同嗰位朋友會遭到懲罰，於是佢四處尋找神佛嘅庇護同埋生命之光。4個月之後，佢嘅嗰位朋友死於意外。佢自身雖然患病，但依然活着。證嚴上人話：心中有愛即無礙，心中無愛即有大愛。但愛心先要愛好自己嘅心，為善亦要照顧好自己嘅家人。家人嘅關懷對癌症病人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家人要善解病人嘅苦，病人更要感恩家人嘅照顧，善解家人嘅苦心同努力，咁樣彼此感恩，先會調伏心癌，再合力抗新癌。知道咗健康飲食嘅重要性，瑞昌要糾正佢嘅飲食，而唔只係一般嘅均衡飲食，更加需要精神飲食。佢喜歡佛教蓮花嘅柔軟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更俾佢重宗教勸信嘅熱情所感動。佢了解到，當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嘅時候，精神領域更加要武裝起嚟。第一個步驟係要總動員身體自然嘅免疫系統，清掃血液系統同淋巴腺，使身體復原得快。要食新鮮、清潔、富有生命力嘅蔬果、核仁、種子、全麥穀類等，冇含農藥、抗生素、化學物質、精製鹽、糖、調味品、防腐劑、油膩等煮過嘅食物。凡係煮過嘅食物，佢生命嘅元素酵素已經蕩然無存，尤其肉類係死屍嘅液體，根本冇酵素可言。要以自然飲食為藥食，身體係我哋嘅當家醫生，大自然係培植身心健康嘅療養院，唔食精製加工死屍食品。唔正當嘅起居飲食習慣，失眠、抽煙、飲酒、縱慾、生氣、憤怒、遲睡、工作壓力、憂鬱、不平衡、排斥，都會影響免疫系統嘅正常運作。點樣回復以及加強免疫系統呢？就要注意以下嘅食物營養啦。維他命，維他命最普遍常用於強化免疫系統。維他命 A 能抵抗傳染病，係身體皮膚、眼睛、呼吸器官、消化管道、泌尿管道等第一防線所必須嘅抗體。維他命 B 群有補充腦神經系統同聯絡網嘅免疫功能，佢幫助我哋保持正面嘅生命觀。礦物質鋅有如催化劑，佢加速生化以及免疫功能，促使免疫細胞更快地投入作戰。鐵係紅血球嘅主要成分，佢促使全身能夠得到充分嘅氧氣。適當嘅運動有促進新陳代謝，能夠增氧同肺活量，輔助免疫細胞，可清新腦筋同負面情緒。同時流汗可以排毒，免疫細胞就唔需要浪費力氣去排除佢。常保自熱、歡喜心同愛心，會提升身體內嘅振奮劑，不但使我哋奮勇，都能夠強化免疫系統，無戰不勝。瑞昌開始生殖不久，經過醫生們再次檢驗，終於判決佢只剩低10個星期嘅壽命。鼻咽癌已經擴散到左眼，淚腺、唾液腺有很多開始感染，咽喉已經乾枯無液體，呼吸道好快就會乾裂。最近嘅醫療技術有時帶俾人更早嘅死亡訊息。佢記得好幾位宗教家曾經講過，工作即是祈禱，屢遭挫折絕不氣餒，成功可能就係最後一次。佢深信精神可以醫治好身體，相反佢亦能夠輕而易舉咁
殺害我哋嘅身體。佢每日接受放射治療，血膿阻塞氣管，咽喉腫痛，食物不能下咽，仲要早晚灌洗碳酸鈉同氯化鈉水，沖洗阻塞嘅管道。嗰個濃臭同埋強烈嘅化學藥劑味道，令佢嘗遍咗苦楚，真係苦不堪言。佢嘅100%生食，更加遭到咗醫生朋友們嘅排斥，甚至有人譏笑佢，話呢種飲食方法係瘋狂嘅愚蠢。佢哋唔相信高蛋白質嘅肉類有致癌物。瑞昌好了解嗰啲患者，採取所謂好有邏輯性嘅均衡飲食，結果死得比佢早。佢唔願意步佢哋嘅後塵。仲好，有一位德國嘅藥草治療醫師話俾佢聽，癌症並非絕症，只要能夠採取生食，食新鮮、乾淨、有機嘅食物同埋藥草，一定能夠復原。呢位醫師同幾位朋友仲教佢靜坐，吸取宇宙自然嘅能源、水療法、按摩、氣功，甚至練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，將能量集中在清除癌細胞。當佢練六字真言嘅時候，感覺到大自然嘅能量不斷咁灌輸入佢嘅身體，佢嘅左眼、嘴唇、咽喉、呼吸管道開始有咗啲滋潤。由於自然飲食同宗教嘅寄託，糾正咗一部分嘅心理情緒，瑞昌發現自己嘅病況大有進展，唔單止頭部、胸部唔再腫痛，嘴巴、咽喉內嘅腫瘤完全消失，唔再有鼻塞或者血膿阻塞呼吸管道，精神好轉，飲食唔再有大困難。佢嘅自然飲食係從斷食開始，如果引用軍事術語就係你要掠奪之源，癌細胞嘅供應物，仲要切斷佢嘅來源同檔案，做全面性嘅掃蕩。斷食一段日子嘅佢，只飲藥草同埋果汁，將體內嘅毒物盡快排除。跟住佢生食新鮮乾淨嘅水果、蔬菜、麥種，同稍為煮好嘅杏仁同埋藥草。喺佢復原之後，佢有好幾個朋友由於疾病或者意外都先佢而去。佢經營嘅生意已經崩潰，但係佢唔沮喪。佢話生命有奮鬥，要尊重生命，要有生存嘅意願，要時常祝福生命。失敗咗可以從頭嚟過，過一個嶄新嘅人生。佢嘅抗癌四部曲係：一、生存嘅毅力；二、愛心嘅扶持；三、生活飲食嘅徹底改變，以排除病毒；四、尊重生命。三、將信仰轉化為止痛藥。一位醫院院長嘅自白。另一位真人真事嘅主角 Dr. Anthony 係美國費城美以美教會醫院嘅院長。佢話：我哋每日都可以創造健康，我哋嘅受、想、信、吃都影響我哋嘅健康同快樂。如果每日食住肉同甜品，相信好難有效咁排除憤怒、壓力同沮喪。當身心健康有進展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更有活力同能力。我哋嘅腦筋會更加清醒、靈活。我哋會覺得自己處喺最好嘅狀態，更能夠面對煩惱挑戰，能夠勝任工作嘅負擔。我哋對人生嘅睇法會更加正確，更願意承擔。以下係 Dr. Anthony 嘅自述。1978年6月，醫生告訴我，話我有第4期嘅前列腺膀胱癌症，已經蔓延到身體好多部位，包括頭蓋骨、右肩、胸骨、左邊第6條排骨同脊柱骨。本身係醫生，但有關我嘅病狀，我都清楚得一清二楚。經過咗3次手術，除咗左腺第6根排骨同睾丸
去除睾丸係減少男性荷爾蒙，可以減少疾病嘅散播。再者，醫生為我經常注射女性荷爾蒙，以緩慢癌細胞嘅成長同減少痛楚。呢種情況已經係病入膏肓，不但腫瘤分佈全身，仲患有嚴重嘅背痛。同僚話俾我聽，只有18個月至3年壽命。醫生嘅一切治療都係為咗減輕痛楚，但冇效。結果呢，每日要食止痛藥，得到幾個鐘頭嘅無痛經驗，但係經常作嘔、昏眩同埋嘔吐。喺情緒上有非常大嘅波折，喺心理上同埋工作上有龐大嘅壓力，壓得透唔過氣嚟。喺非常痛苦嘅深淵入邊，我遇到咗一群朋友，佢哋介紹大型生物上飲食，食份量含有50% 嘅糙米、全麥、穀類，25% 蔬菜，15% 胚芽、核仁、種子，其餘嘅係味噌、紫菜同埋湯類。同時又學習瑜伽軟體運動。以往一直認為好有邏輯性嘅思考同科學訓練嘅我係唔會接受，但現在面臨死亡，我嘅邏輯傲慢自大狂已經被削落無存，開始咗新嘅飲食同埋做體操，佢帶嚟咗新希望同埋無價嘅健康之寶。我同別人嘗試呢個新計劃，佢哋嘅進展同埋信心俾我好大嘅鼓勵。信心同埋宗教情操對克服重病同埋復原起咗好大作用。經過3個星期嘅飲食健身運動，我嗰個2年幾嘅背痛已經完全消失，馬上停用止痛劑。幾年嚟所患嘅便秘問題，由於多食含纖維食物而通暢無礙。經過幾個月，我體驗到新嘅活力同體驗到一種健康、幸福、愉快嘅感覺。我減輕咗40磅，並維持標準體重，人嘅樣貌亦都年輕啦。皺紋同雙垂下巴已經消失，我容光煥發。1979年4月，血液檢驗證明冇癌細胞。喺8月，我接受骨骼檢查，證明我嘅骨癌已經不復存在啦，真係令人難以置信。因為一般嘅骨癌要經過好長嘅時間先能復原，我只需要16個月。現在好多科學證明，飲食係癌症、心臟病、動脈硬化、痛風、肥胖同糖尿病嘅主因。佢可以通過好嘅飲食習慣同埋營養嚟防範。美國喺1984年就有100萬人死於心臟病同埋動脈炎，另外有4000萬人正患有同樣嘅病，癌症亦喺同一時間砸死咗40萬美國人，另外有70萬人正在接受治療，其餘患病者都喺好幾百萬人以上。美國人平均每人每年食125磅嘅糖，同埋飲295瓶12安士罐裝嘅蘇打汽水。美國政府已經批准咗13000種唔同嘅食物附加物，並非所有嘅附加物都經過長期或者短期嘅試驗嚟證明佢嘅副作用。喺過去30年，人工食品染料已經增加咗10倍。實際上，從呢個新紀元開始，全麥穀同埋新鮮蔬果嘅食用量已經減咗一半。我哋嘅日常飲食的確好缺乏纖維質。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研究報告話，食健康飲食，尤其係全麥食物，能夠促進腦筋化合作用，創造心靈深處嘅安寧幸福。所謂幸福的源泉，使到我哋唔容易俾情緒波動以致低落，相反精神會被升華平和。對於脂肪同蛋白質， Dr. Anthony 建議話，我哋嘅身體可以從穀物、蔬果、核仁製造出脂肪，所以我哋唔需要食肉或者油脂以增加血液之中嘅膽固醇。
同樣嘅蛋、乳品含有高膽固醇，使到血管阻塞，血脂同黏液使到血液唔流暢，唔能夠滲透到微血管內，使到身體組織得唔到營養補給同埋缺氧，最終組織會壞死。嗰啲多餘嘅脂肪時常充滿腦血管同埋心臟嘅周圍，造成咗中風同埋心臟病。成年人正常嘅膽固醇應該保持喺160以下，即係每100 ml 嘅血含有160 mg 嘅膽固醇。呢個高膽固醇不但係美國第一號殺手，而且阻止我哋將工作做得更好，思想敏銳同感覺身體舒適，毫無病痛。其實呢個病係可以防止嘅，只要食健康飲食就可以扭轉劣勢啦。蛋白質有如建築物嘅鋼骨，鈣同磷有如磚塊同混凝土，佢佔咗身體肝重嘅60%。動物蛋白質質地粗糙，過多會產生尿酸，使身體失去礦物質如鈣、鋅、鐵、磷，同時增加血液之中嘅膽固醇。科學實驗證明，一個人嘅情緒可以嚴重影響身體嘅免疫系統，佢係身體嘅主要抗體。正面嘅感覺好似愛、信仰、安全同埋工作嘅滿足感，會加強免疫系統嘅反應能力，使到身體能夠預知以及擊敗病魔。相反，負面情緒好似緊張、壓力、憂愁、失望、頹喪、排斥，將減弱免疫系統，甚至無法抵抗病體。呢啲情緒都同心臟病、動脈炎、癌症、胃病、腎病、偏頭痛、糖尿病、肝硬化、自殺同意外傷亡有連帶關係。呢個意味住你嘅心態同你嘅健康有親子連心嘅密切關係。所以如果我哋有健康嘅心態，可以喺幾週內影響我哋嘅內在反應，從加強體內免疫，以抗病菌。由於注重物質嘅發展，醫藥將人嘅身體同埋思想分開。佢哋相信疾病係來自失調嘅身體。對於疾病嘅處理，佢哋係先糾正身體嘅不足，通過藥劑、盤尼西林、仙丹同抗生素嘅作用，使到佢哋成為疾病嘅必需品。當科技同藥劑受人注目嘅時候，病理醫師喺復原治療上嘅崗位不比科學家同技術人員來得重要。喺醫療技術方面，醫生要將注意力集中喺病人嘅某個器官、某種症狀或者可能嘅起因，而患者嘅心理病態都成為療養過程中無關重要嘅瑣事。其實好多實驗證明，心態可以減低或者提高免疫系統嘅效力，免疫系統亦隨住環境同情緒嘅運作。抑鬱係一般最易致癌嘅情緒。當人傷心到極點嘅時候，免疫系統就會受到致命傷。的確，每個人嘅身體無時不產生癌細胞。喺正常嘅情況之下，免疫系統能夠消滅呢啲癌細胞，唔俾佢傳播。但係人如果處喺高壓力之下，佢嘅免疫系統被壓制，無法消滅唔正常嘅細胞，只好讓有害嘅病毒擴散。Dr. Anthony 本身就有呢個經驗啦。喺1978年嘅5月，佢啱啱被升為美爾美醫院嘅總執行長 CEO， 院方嘅主席董事，要檢查整個醫院嘅操作系統。佢因為啱啱被升職，亦只有1個月嘅時間做準備檢查工作，工作能力受到極大考驗。呢一次嘅醫院總檢查對佢嘅工作前途影響好大。當佢諗到有可能失敗嘅時候，嗰種緊張壓力分佈全身，面對人生半途嘅劫難。喺過去20年，佢一直操作麻醉藥。呢個工作對於佢已經冇挑戰、刺激同埋滿足感。佢發現到醫院嘅行政工作係全身富有挑戰性同埋報酬嘅。諗到呢一切，使佢坐立不安，好似被綁上一顆震盪嘅螺絲。喺呢個同時，佢嘅父親亦患上咗癌症，折騰咗9個月。
工作嘅壓力、父親嘅病同埋生活嘅唔協調，以致佢亦都患咗癌症啦。當佢父親死於癌症嘅時候，佢亦都好似被判咗死刑。佢喺度想自殺，但諗起年老嘅母親獨醫無靠，於是返去工作崗位，了解到如果冇工作佔據佢嘅思想空間，佢會更脆弱，甚至會神志不清。醫院嘅任務同埋職責轉移咗佢嗰種自我憐憫嘅心態同埋自殺嘅念頭，俾佢生存嘅意義。佢話：我仲係個有用嘅人，可以奉獻我嘅能力俾醫院嘅病人。呢個服務嘅觀念俾咗佢全新嘅自我價值同自我肯定，並且加強咗佢內在嘅力量。回到工作崗位，佢認識到原來佢個身體同精神仲存有一種強大嘅力量，只係未被完全發掘出嚟嘅。呢一個反省係生命嘅曙光。佢誓願為生命奮鬥，願意喺短暫嘅生命入邊獻出最好嘅成績。經驗告訴佢，我哋嘅力量其實比想象嚟得大。一旦我哋有希望，我哋會變得好有潛能。正面嘅情緒會引發正面嘅作用，會帶嚟好嘅結果。呢個係有科學根據嘅。愛、信仰同希望會使到腦細胞分泌內部振奮劑，能夠強而有力咁解除痛楚。所以喺正常情況之下，身體有能力將正確嘅信仰轉化為止痛藥。不但腦神經細胞有此功能，血液內嘅膽固醇亦隨住壓力同埋煩惱情緒嘅減少而降低。咁樣身體會有能源去制止疾病。另一方面，症狀可以減低膽固醇同血液內嘅情緒化荷爾蒙，佢可以促進更輕鬆安詳嘅狀況，減少壓力、煩躁同埋恐懼，增加信願同幸福之感。一切嘅是非鬥爭會暗淡，和諧一致以及原諒別人嘅心態，可以化解一切怨尤、排斥同埋紛爭。將正確嘅信仰轉化為止痛藥，維命嘅生存率會勝過依賴止痛劑，因為長期嘅服用麻醉劑會破壞腦神經，讓人神志不清。一旦斷氣，神識早已昏迷。最近新加坡有2位末期癌症嘅佛教徒，一個以佢真誠嘅懺悔同對眾生嘅祝福嚟將佢嘅身痛同心念分開，另一個就一心念佛面向眾生，將身病放開，兩者皆身痛心不痛，所以我哋應該感恩佢哋視病教化，令我哋心有警惕，如何承擔病苦同埋突破痛楚嘅糾纏。4. 化學藥劑非究竟，莫長期依賴佢。一位醫生嘅記載。John 係一位專業醫生，喺20幾歲學生時代已經患上到高膽固醇，量度高達335。佢40磅超重同埋血壓高。有一日過馬路嘅時候中風暈倒，被2部汽車撞傷。經過呢一次，佢徹底咁改變咗自己同病人飲食，全部採取低脂肪同埋蔬果麥飲食。佢話如果唔係有助於飲食，佢可能係31歲嘅時候已經暴斃。而家佢43，充滿活力、修長嘅身材，膽固醇保持喺120左右。佢曾經嘗試用一般嘅方法醫治病人，但效果令人沮喪。曾經有病人話佢聽飲食同疾病有關，但佢唔當一回事，因為醫科大學並冇教導呢一個課程。喺從事甘蔗園工作人員嘅醫務工作嘅時候，佢發現第一代工作人員並冇高血壓同心臟病，佢哋多數來自亞洲區域，以米糧同埋蔬菜為主，偶爾食啲雞肉，但冇食紅肉同埋魚品。但係第2代人就跟隨美國一般嘅飲食，有好多疾病。所謂最糟糠嘅飲食其實係最健康嘅。嗰啲先進嘅藥物根本唔可以治療心臟病、中風、高血壓、糖尿病等美國人嘅黑星。當佢喺甘蔗園同病人採取蔬果麥素食之後，
病人嘅數目從第一年嘅180位逐漸減少至第4年嘅20位，之後每年唔超過5個病人。5年之後 Doctor 放棄咗醫療工作，全心全力投入喺健康飲食生活嘅輔導、文宣同埋實踐之中。佢亦都替醫院設計整體嘅健康飲食運動計劃。醫生們對佢呢12日嘅全新飲食運動是否會被病人接受以及實踐抱住懷疑嘅態度，但事實證明低脂肪蔬果物素食可以防止疾病並且改進健康。Doctor 話佢似大多數嘅醫生，懷住好多希望同埋夢想進入護理嘅專業治療，為咗拔除病人嘅痛苦而衷心奉獻。喺佢多年實際嘅鍛煉，發現藥劑專業係一項以盈利為主嘅生意，缺乏人性嘅一面。佢嘅成就可以講係稀少嘅，好難係理想嘅治療。一個正在受折磨嘅病人，現代醫生嘅醫療方法多數採用最先進嘅科技、藥品、精密嘅手術、放射技巧。雖然有治療慢性疾病成功嘅記錄，卻從來冇100% 安全，因為佢有好多副作用。藥劑工業係健康醫療嘅主要受惠者，佢哋每年可以花好幾百千萬元喺新聞同埋研究工程、商業宣傳廣告等。好多醫生不斷咁向呢方面深造，都係依賴藥劑公司嘅支持。藥劑公司支付無數嘅免費宣傳資料，不時咁將呢啲資料送到醫生嘅辦公室。的確，呢項推銷係要確保醫生知道最好嘅途徑嚟運用藥劑。佢哋將宣傳資料打扮成教育手冊，分發俾病人、雜誌社、學術界、書籍商、有書錄音帶同埋錄影帶出版商等。好多醫生訂購醫藥雜誌，就係為咗跟得上新嘅知識同埋教育潮流。每日都有推銷員向醫生介紹新嘅科學研究產品，並且有樣本免費試用。藥劑公司經常支付大學醫科教授們到國外參加研討課程、會議以及新產品嘅介紹。嗰啲有住影響藥劑嘅科學研究，都由藥劑公司支付。研究嘅結果對於藥劑產品嘅本身唔使講，會有正面嘅報導。忙碌嘅醫生亦樂於藥劑嘅幫忙施診，嚟暫時減輕病人嘅苦痛。喺過去55年，癌症嘅死亡率有增無減，嗰啲患者遲早都死於癌症。美國癌症協會以患癌者經過診療之後5年可繼續生存而無明顯嘅疾病產生為成功率。其實如果觀察患者多幾年，將會發現多數都最後死於複發癌症，因為一切治法皆是治標不治本。美國癌症協會嘅公關專家又如何證明佢哋能夠打贏癌症呢？佢哋用統計數字話，喺19世紀初期，癌症患者好難生存得好久。今日卻有45% 經過治療可以活上5年。多年前，癌症患者等到腫瘤大到如橙咁嘅體積嘅時候先至就醫。由於遲治療生還率低，現代婦女當發現乳房有一粒豆狀嘅瘤，就會馬上求醫。由於早發現，所以經過治療到命終嘅時間會比較長。防癌協會並冇告訴公眾人士話，呢個改進嘅生還率係由於提早發現癌細胞，而唔係由於突破嘅特效治療。然而，提早發現癌細胞並冇改變真正嘅死期，因為癌嘅促成因素複雜，亦包括咗個人嘅業因同生活方式同環境。食品工業通過廣告宣傳打進健康飲食市場，乳品工業花成千萬元告訴女士們，為咗避免缺乏鈣質，每日要飲8安士嘅牛奶。
同含有豐富鈣質嘅乳品。呢個乳品可以保護骨質嘅講法同科學驗證有直接嘅衝突。美國、瑞典同芬蘭嘅女性患骨症係當今全世界之冠，佢哋嘅乳酪消費量亦係全世界之最。但喺亞洲同埋非洲嘅婦女因乳品嘅用量低，骨骼疾病亦低。呢個發現導致實驗證明牛奶內嘅高蛋白質使到腎臟排除大量嘅鈣質，結果骨質缺乏鈣質。現代由於商業廣告鼓吹嘅力量，好多對人體有害嘅所謂營養食品，或者一般醫生都採用嘅合法化治療層次，都阻礙咗人們嘅自由判斷力、思考同進步。因為市民多數係盲目咁跟隨潮流，多數人嘅錯誤亦好容易造成自己嘅錯誤。第一個明顯嘅例子，喺過去75年，乳癌嘅死亡率一直冇改變，就算以最先進嘅手術、放射同藥物治療，除咗增加患者不必要嘅痛苦之外，佢哋嘅生還率冇顯著嘅增加。但係醫生們仲係照樣如法炮製。其實美國防癌協會知道呢個同飲食有關。另一個例子係當婦女接近更年期嘅時候，佢哋被勸服用青春素嚟防止軟骨症。呢種荷爾蒙係可以停止骨質流失，但同時佢亦都會引起14倍以上嘅子宮癌患病率。呢個荷爾蒙時常用喺牛同雞嘅治療之中，使佢哋增長得快。一般嘅情況之下，醫生都會俾婦女食用此藥嚟維持佢哋嘅血壓同埋血糖。食用太多嘅脂肪、化學藥品同埋咖啡精，亦會引起乳癌。乳癌只需要100日嘅時間就會增長1倍，經過6年就有100萬個癌細胞，但佢嘅體積只有筆尖咁細，無法檢驗，唯有喺10年後成長到1厘米直徑先被發覺，但佢已經擁有1億個癌細胞。5. 淨化新口耳並能提高自然免疫系統。醫生、科學研究者、宗教家嘅研究同體驗，地球嘅環境越嚟越污染，人類嘅疾病亦逐漸增加，好似同環境污染成正比例。但美國嘅安威格摩爾博士證明咗一點，如果人體冇內在嘅污染，即使處喺污染嘅環境之中，亦能夠保持健康。佢嘅全自然健康飲食療養中心就坐落喺交通繁忙嘅波士頓市中心。日本長崎嘅阿奇蘇奇醫生，自1945年第一粒原子彈爆炸後，就一直喺嗰個本無生機嘅地方工作。佢同佢嘅職員都遭受到長期嘅原子輻射能照射，但係冇一個人患有癌症或者別樣輻射病症。阿奇蘇奇醫生將呢個奇蹟歸功於糙米、味噌、味噌、蔬菜、海帶、全麥同埋核仁等健康飲食，佢哋有防止輻射線以及保持體內乾淨嘅功能。纖維質把牆壁洗刷乾淨，使到體內冇阻塞血管嘅脂肪、化學混合物同肉類毒素嘅污染，因此身體不但容易復原，更可以絕處逢生。安威格摩爾博士就係一個顯著嘅例子。佢小時候被貨物壓斷2條腿，但經過藥草嘅治療，佢不但能夠走，竟然經常做馬拉松嘅賽跑。佢喺40歲嘅時候患上直腸癌同埋多種疾病，醫生話佢只能夠活上幾個星期，但佢依靠100% 生機蔬菜、水果、小麥草、豆芽、核仁、種子醫好咗自己。而家佢已經80幾歲，不但健康活躍，
而且滿頭黑髮，冇蛀牙，每日只瞓2鐘，並且喺美國各州散播健康嘅種子，極力推薦食用小麥草以及胚芽種子，因為佢哋含有特強嘅生命酵素、葉綠素、纖維質、全氨基酸、多種稀有嘅重要礦物質以及維他命，有特佳嘅復原以及體內徹底清潔嘅作用。安博士可以講係一位名副其實嘅全自然飲食醫療專家，不假借任何化學藥品。我哋嘅身體時常會保養自己，但如果經常裝入垃圾，佢就唔能夠完成呢項工作。癌症雖然恐怖，但佢只直接影響1-2個組織機能，其餘嘅身體系統仲係正常操作。體內嘅污穢能夠影響整個身體嘅操作功能，所以內部嘅大掃除比抗癌更加重要。呢個大掃除行動除咗禁食、喝蔬果汁、藥草汁、洗精氣浴、運動以促進排泄系統功能之外，最重要嘅係唔使再增加污穢物如肉、油、脂肪、糖、精製麵粉、化學藥劑等。如果身體健康，可能仲可以承受呢啲污物。如果一個人弱而患有癌症，身體已負荷過重啦，就慢慢唔可以再裝垃圾啦。一般嘅印象以為癌症係難以治療嘅疾病，認為佢係非常強壯以及危險嘅細胞。癌細胞雖然比正常細胞大，其實佢係脆弱、遲鈍同埋慌亂嘅，佢哋無法侵略以及聯合攻擊行動。佢唔似免疫系統能夠合夥以及攻擊有害嘅組織。癌細胞其實係不正常嘅細胞，唔可以正常操作。既然唔可以正常操作，咁又點會強而有力呢？現代嘅醫生多數以化學醫療同埋放射治療嚟對付癌症。喺化學醫療之中，強有力嘅藥劑被注入體內，希望能夠消滅癌細胞，同時希望正常細胞能夠生存。同樣喺放射治療之下，強烈嘅放射線能夠消滅癌細胞，同時亦都希望正常細胞唔會被破壞。主要嘅事實係癌細胞比正常細胞弱。如果癌細胞比較強，咁正常嘅細胞就先會被消失。以上2種治療法都無立足之處。雷久南博士曾經喺美國3大腫瘤醫院之一嘅安德森研究所服務10年。醫院嘅院長曾經私下同佢討論話，化學治療嘅藥物本身亦都可以引起癌細胞嘅增長。我哋時常替換尋找新嘅有效藥物，希望能夠殺死以及預防癌細胞，但結果癌細胞本身更能逆來順受，經過一段時間嘅潛伏，佢又東山再起。要徹底去除癌細胞，唔能夠只做局部嘅開刀割除或者放射殺死癌細胞，應該要做整體嘅身心治療，才是治本嘅方法。正確嘅癌症治療法應該係加強身體自身嘅治療力量，好似藥草、營養、靜坐、氣功、拜懺、觀想、護生，都係幫助身體回復同埋自然平衡，使到身體本身可以克服疾病。其實癌細胞咁脆弱，我哋唔需要強有力嘅藥劑同複雜嘅技術嚟征服佢。癌細胞雖然弱，但佢嘅繁殖力好強，腫瘤喺幾日之內可以增加2-3倍，新嘅腫瘤喺1日之內可以成形，呢啲都係由於身體俾佢有機會發展。我哋嘅身體有非常強而有力嘅免疫系統，佢嘅工作就係消滅所有有害嘅細菌、病毒同埋癌細胞。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免疫系統唔能夠操作，癌細胞就會散播。至今有好幾億美元花喺研究癌症，但冇突破同埋十足嘅功效。喺過去50年，醫生們無法促進癌症康復嘅效率。癌症嘅起因多數來自藥丸、香煙、糖精、荷爾蒙、咖啡、X 光、
殺蟲劑、石棉、空氣污染、核能發電、核子警備、強力膠油漆、光滑劑、病毒、肉類、燻肉、茶、過期花生醬、紫外線、憂鬱、孤僻、排斥、矛盾以及心理唔平衡。癌症係經過長時間由於免疫系統失去控制癌細胞嘅能力而產生。曾經有位病人接受咗腎臟移植，為咗防止身體免疫系統排斥呢個新器官，醫生俾病人服用藥物嚟壓抑免疫系統。後嚟發現腎臟腫脹，X 光照射發現病者胸部有大腫瘤。病者本嚟冇腫瘤，而係由於腎臟移植之後先產生。經過檢查，發現移植嘅腎臟充滿咗癌細胞。通常腫瘤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先能夠增長，但呢個情況只花咗幾日時間。醫生於是決定停止俾藥抑制免疫系統。幾日之後，呢個病人免疫系統回復咗正常，腫瘤消退，腎臟亦都縮小。呢個證明咗人體有住正常嘅防衛系統，能夠好快咁消滅癌細胞。真正強而有力以及結實嘅先至係免疫系統。點樣康復以及加強免疫系統呢？最主要嘅係消除體內污垢，避免雜食，要食健康有營養嘅食物同埋藥草，放鬆情緒，靜坐、按摩、運動，發善願，寬恕他人，虔誠禮懺，懺悔罪孽，誓不已過，種福造福，隨喜回向，常保愛心、感恩心、歡喜心，同有信心活落去。呢啲唔違背自然嘅療法，對癌症醫療好有幫助。脂肪、肉類同埋加工食品會增加患癌率。食物好似紅蘿蔔、深青色嘅蔬菜，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A 前身、胡蘿蔔素。甜菜類可以防止癌症，維他命 C、E、全麥、糙米、五穀、豆類同埋硒。自然豐富土壤所種植嘅植物都含有硒，能夠促進免疫系統，都有防癌作用。洋參、日本和夫同埋靈芝都含有豐富嘅鑄，可以防癌。海帶含有豐富嘅礦物質，係陸地植物所缺乏嘅，可以補充身體微量元素。好多癌症病患者都喺採取健康飲食之後痊愈，但醫生們都話冇證據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哋唔肯花時間嘅金錢去研究佢。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由於白米短缺，人們只好食粗糙嘅米。新加坡嬰兒嘅死亡率原本係40%，但係呢一年降到咗16%。癌症同其他嘅疾病好似敏感、風濕、關節炎等，都係由於缺乏微量元素。廣泛咁食各種芽菜，好似粟木芽，佢嘅根深入土壤，能夠吸收土壤內好多嘅礦物質。大麥苗粉能夠通暢血管，可以治療多種嘅疾病，好似糖尿病、癌症、血癌、血管硬化、敏感、風濕、心臟病等，係特別補助嘅藥物。維他命 C、鎂、鋅、鑄可以排除鋁中毒，以免神經慢性中毒，腦內成為痴呆症。人體嘅免疫系統係非常之有力嘅，佢可以消滅病毒同癌細胞，但同時又好脆弱，容易俾抗生素